如果大家咧中意我哋今集嘅塔羅牌基礎教學咧，咁大家記得咧 subscribe follow 我哋 like 我哋，同埋撳個鐘仔咧，就唔會錯過每一集嘅內容噶啦。Hello， 大家好啊！又到我哋 I'm Crystal 咧，今集同大家咧分享翻咧每一張塔羅牌嘅一啲嘅演繹技巧同埋方式嘅，係啦，包括正牌啦、逆牌啦。嗱，咁喺開始之前咧，都同大家講一講啦。如果咧大家對塔羅牌真係好有興趣，又好想咧將來成為塔羅師啊，又或者咧好想咧真係幫自己咧去做一啲嘅占卜啊，幫自己解決一啲嘅疑難問題嘅話咧，咁咧大家咧都記住咧去收睇翻咧過往我哋咧幫大家去演繹翻每一張塔羅牌一啲嘅技巧同埋方法噶，咁大家記住去睇翻啊！好啦，咁啊事不宜遲啦，同大家講下咧今一集咧我哋咧係會咧去演繹翻咧最後一張咧大牌啦，就係呢個 The World 世界牌啦。嗱，咁啊世界牌咧其實同我哋上一集咧去解釋咧嗰個審判嘅牌咧，可能有啲朋友仔咧都會覺得有少少複雜嘅。嗱，好坦白講，其實咧唔係太複雜嘅，只需要大家咧跟住咧我建議你嗰個方向咧點樣去演繹咧，其實你哋係可以解到出嚟噶。嗱，咁首先咧我咧會同大家咧去演繹翻咧呢一副牌咧一啲咧嘅圖像先，咁等大家咧更加容易明白咧圖像裏邊其實佢究竟講緊啲乜嘢。當大家要去解嘅時候咧，其實就會咧易解好多噶啦。咁首先咧，我哋嚟睇下咧呢一個咧嘅世界牌咧，到底咧有啲乜嘢嘅位咧，我哋係要特別留意翻嘅。嗱，首先咧，我哋要睇翻咧呢一個人，係啦，赤條條嘅呢一個人啦，你見到其實咧佢係喐動緊嘅，你會睇到咧佢成個款係喐動緊，即係話咧其實咧佢係喺度不斷進化緊，同埋喺度改變緊。嗱，簡單啲嚟講咧，即係 upgrade 緊咯。OK， 係啦，嗱咁咧綠色你見到咧有係啦圍邊呢啲咧，其實代表住咧佢已經係完成咗啦，達成咗一啲嘅目標或者咧係一啲嘅目的嘅。OK， 係啦。咁呢個咧，你哋要記住留意翻呢一點啦，係啦。咁至於咧，你會見到佢手上面咧有兩個咧，拎住兩個嘅權杖咧，亦都講緊咧佢喺進行緊或者佢喺完成嗰件事情嘅時候咧，其實佢係不斷係 take 緊一個 action， 同埋去 upgrade 自己點樣可以做得更加好。所以你會見到咧，佢會有兩個咧，係啦，好似一個魔杖咁嘅東西喺裏邊嘅，係啦。咁即係話咧，其實簡單啲嚟講，你要完成一件事情或者要圓滿一件事情，唔係咧齋望齋諗，而係你要 take action， 令到要自己咧不斷去進化啦、改變啦、upgrade 啦，係啦。咁而且喺呢個過程裏邊，你哋大家應該會見到咧，佢有咧兩個好似咧見唔見到兩個唔同嘅標籤，睇唔睇到？係啦，呢兩個嗱，其實佢就代表咧無限嘅。咁如果咧你哋有印象咧，你會記得咧1號牌咧嘅魔術師咧，佢個頭頂上面咧都有個叫做好似8字無限嘅字眼喺裏邊。咁即係話咧，如果呢一個人佢要完成一件事嘅時候，其實首先第一樣嘢佢會不斷 upgrade 自己啦。第二樣嘢咧，其實佢遇到一啲嘅挑戰同埋困難嘅時候，其實佢已經係有一啲嘅心理準備，佢有好多無限嘅可能、無限嘅諗法咧，去迎接呢一個嘅挑戰嘅，係啦。咁所以呢一個 point 咧好緊要噶，因為咧呢一副牌，如果我而家啱啱講咗佢講緊嘅完成呢一樣嘢咧，對於一陣間我落嚟再同大家解牌嘅時候咧，大家就會好清楚咯。哦，原來呢一個 point 係即係代表住係邊一種嘅完成咧，咁樣咁大家會更加清楚咯。好啦，咁另外啦，你會發覺咧呢度咧角落頭見面到每個角落咧都會咧有4個咧嘅星座嘅，大家應該會睇到咧呢4個星座咧，估唔估到咧係邊4個星座咧？大家估下。嗱，佢咧同咧之前咧有副牌咧係好相似嘅。嗱，我揭俾大家睇下，見唔見到啊？係啦，命運之輪，睇唔睇到？係非常非常之相似嘅。係啦，其實佢係代表住咧天蠍座啦、獅子座啦、水瓶座啦，同埋金牛座嘅。OK， 係啦，咁即係講緊咧4元素啦。簡單啲嚟講，好啦，咁我同大家咧去睇咗咧呢一副
呢一張牌咧，佢裏邊嘅圖畫咧嘅一啲嘅意義之後咧，咁其實就而家開始我就要同大家去解呢一張牌究竟佢代表住啲乜嘢嘢咯。嗱，其實世界牌咧，其實佢含義咧好簡單，佢代表住一啲咧你完成咗或者已經係成就咗一件事，或者咧你係做一啲好重要嘅 project， 好重要嘅事情咧，其實咧已經係完成咗，兼且咧係已經可以咧得到一啲嘅回報嘅，亦都反映咗咧你今次完成嘅呢一件大事，或者係你一啲好重要嘅事情咧，亦都係你成個人生咧裏邊咧其中一個非常之重要嘅里程碑嚟嘅。係啦，亦都講緊咧，經過呢一個階段之後咧，其實你自己自身嗰個防禦力啊，你面對挑戰嘅能力咧，亦都比以前咧係高咗好多嘅。OK， 係啦，咁其實咧呢一個咧，亦都代表住咧一啲咧好重要嘅事情嘅完成嘅，例如我哋成日講緊係咩啊？BB 仔啱啱出世啦，或者一啲好重要嘅事情，結婚啦，或者咧可能我頭先所講啦，完成一啲非常非常之重要嘅 project。呢一張牌，如果你占卜嘅時候一出咗嚟嘅話咧，咁恭喜你啦！咁即係話咧，你已經咧完成咗一啲好重要嘅事情。咁咧下一步咧，你就要去幫自己咧去再去進化，或者咧再去 upgrade 你自己咧下一個嘅方向嘅。既然呢一張卡，佢亦都講緊你完成咗一啲好重要嘅事情啦，亦都講緊咧你所完成嘅事情咧，或者你所做咗嘅任務咧，已經咧係可以咧享有一啲嘅回報啦。嗱，咁呢兩個係非常之重要嘅重點嚟嘅。咁所以咧，如果咧擺喺咧如果你假設你係占卜關於係愛情嗰方面咧，其實就簡單好多啦。即係話咧，如果你係我假設如果你係單身嘅，即係話咧，雖然咧你而家咧都係好滿足啦，好安於而家自己個現況啦，甚至乎可能咧你已經有一啲叫做心儀嘅對象，你同佢嘅關係咧，咦，其實都唔錯，都幾好喎。咁即係話俾你聽，呢一副牌一出咗咧，代表住咧你已經係有機會咧同佢咧再繼續有一個叫做咧進一步嘅發展，而且咧亦都可以話俾你聽咧，你個人方面咧，你嘅魅力啦，你嘅吸引力咧，好明顯咧已經係咧有一個好大嘅進步，係啦，亦都係時候咧去咧尋覓你嘅另外一半啦。OK， 咁呢個咧係講緊如果你未拍拖，或者你係暗戀緊對方啦，甚至乎可能你而家係單身，你真係想揾另外嘅一半啊，做男朋友啊或者女朋友，而出咗呢一副牌咧，咁真係要恭喜你啦！咁即係話咧，喺呢一個時候咧，你已經可以咧主動出擊啦。好啦，咁如果你係結咗婚，或者咧講緊咧，你係已經有一啲嘅對象啦，咁即係話咧，其實你而家咧同佢嘅關係咧係 keep 得非常之穩定啦，非常之融洽啦，甚至乎你覺得而家自己咧都非常之幸福嘅，係啦，好啦，咁當如果呢副牌即係一出現咗，你係真係諗住談婚論嫁嘅話咧，嗱，可以話俾你聽。呢一副牌咧係話俾你聽可以咁樣做啦，即係你嚟緊可以組織一個小家庭啊，或者可能咧計劃，譬如可能你結咗婚諗住生小朋友嘅，咦，係時候可以咧計劃一下咯，係啦，呢啲咁重要嘅決定咧，其實一出咗呢副牌咧，咁係非常之好噶，因為即係話你諗住做嗰一樣嘢嘅時候，其實原來已經係一個好好嘅時機，好好嘅時候，喺呢個時候咧，你就要好好咁樣去把握啦。好啦，咁如果咧講關於喺嗰個事業方面咧，又點樣去演繹呢？嗱，其實好簡單。頭先我講過呢一副牌係講已經完成啊嘛，或者你已經達到你想要嘅目標啊嘛。咁即係話可能我而家件事我未完成嘅，但係我唔知我能唔能夠成功喎，咁樣係啦。咦，OK 喎，副牌話俾你聽，咦，你能夠成功喎，你真係能夠好有能力地去完成佢，或者去處理佢，甚至乎去完成咧上司俾你嘅任務喎。好啦，咁除此之外咧就係話，咦，可能咧你要準備升職喎。咦，我今次呢件事情完成咗，我做得非常之好喎。咁我升職嘅機率高唔高咧？嗱，好明顯話俾你聽，一定係高噶啦，因為講緊你係可以去到下一個階段嘅。
係啦，咁所以如果你係諗住我要升職，我要去再喺我嘅事業上面再進一步嘅發展呢，出咗呢一副牌呢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牌嚟嘅，咁所以你就可以放膽呢去行你下一步嘅計劃，去進行你下一步嘅目標咯。嗱，咁如果咧講到喺財務嗰方面咧，又點講呢？即係話可能係金錢運方面又點樣去解構呢？嗱，其實咧有啲打工仔咧好多時咧都為咗份糧而去努力啦，咁即係話佢努力得翻嚟嘅嘢呢，其實係真係有回報嘅。嗱，呢個好簡單嘅一個演繹方法嚟嘅，甚至乎可能我進行咗一啲嘅投資嘅計劃喎，咁我會唔會有一個唔錯嘅回報呢？嗱，可以講話係有嘅，係啦，甚至乎呢，可能唔係喎，我之前呢欠咗一筆債喎，我能唔能夠喺預期之中呢，我可以還得清處理得到呢？呢個亦都話俾你聽係可以嘅。嗱，咁當然啦，因為我哋而家咧始終咧只係開咗一副牌，係啦，一張牌，咁當然都要睇翻咧周圍嘅牌咧，係正面嘅牌啊，定還是係負面嘅牌咧，咁先至得出一個結果嘅。咁但係如果按單靠一副牌，你去抽一副牌，你係希望攞到一個最直接嘅答案嘅話，而抽到呢一個嘅話咧，咁其實佢係好直接話咗俾你聽係 OK， 你亦都可以咧處理到咧你而家手頭上一啲債務嘅問題啊，甚至乎可能你投資OK 喎，有唔錯嘅回報喎，又或者我升職加薪有冇可能啊？有可能喎。嗱，咁呢個咧都係講緊呢一個唔錯嘅牌嚟嘅。係啦 ，OK， 咁所以咧，如果咧大家咧好多時解牌嘅時候，最緊要咧要知道咧本身咧呢一副牌咧佢嗰個核心同埋佢嘅意義。咁當你套落翻去一啲叫做事業啊、金錢啊，甚至乎係愛情啊、婚姻啊嘅話咧，你就會好容易咧套到落去嘅。係啦 ，OK。好，咁今集咧又到時間啦，係啦，咁今集咧已經咧就幫大家咧係解釋晒咧我哋由0號牌愚者嗰副牌去到而家世界呢個牌面啦。好啦，嗱，咁下一集咧其實我哋就會咧去介紹翻咧我哋4元素牌啦。嗱，咁呢4元素都非常之緊要嘅，因為咧其實大牌咧係講緊一啲潛意識啦，咁而咧細牌咧你會見到咧每一個牌，譬如我哋講權杖啦、寶劍啦、聖杯啦，甚至乎係錢幣啦，都代表住咧唔同嘅元素、唔同嘅可能性同埋唔同嘅行動力嘅，係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咧有興趣咧，繼續想知道，究竟咧呢啲牌面究竟嘅演繹方法又係點樣樣嘅咧？咁其實咧，希望大家咧嚟緊咧就唔好錯過啦，係啦。咁同埋啦，咁如果過往咧miss 咗我哋，譬如話0號牌至到而家21號牌呢22副嘅大牌嘅演繹方法咧，咁大家咧都可以咧參考翻咧，而家我 show 出嚟俾大家睇咧，呢一啲咧嘅基礎塔羅嘅演繹方法嘅，咁大家咧可以咧慢慢咧去自己去睇翻回顧翻嘅。OK， 好，咁今集嘅節目時間又到啦，咁下次咧我哋就會開始咧講咧權杖嘅牌先嘅。好，下次再見大家啦，拜拜。